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佛法心靈輔導，幫你揾到出路。喺佛法嘅角度嚟睇，我哋嘅心係所有事物嘅根源，而對事物感到開心或者唔開心呢，都係因為我哋嘅心而起。所以佛法被稱為心嘅法門，而慈山寺佛法心靈輔導中心嘅輔導服務目標就係以心療心、悲智圓融為宗旨。咩叫做以心療心呢？首先，佛法心靈輔導服務係結合佛法嘅智慧同埋專業輔導嘅原則同埋技巧，透過輔導員嘅悲智心，協助我哋嘅來訪者咧去處理佢哋受困擾嘅心，啟發佢哋療癒嘅潛能，以生命影響生命。呢個就係第一層次嘅以心療心。喺過程裡面，我哋都希望我哋嘅來訪者喺接受輔導嘅時候，能夠透過心靈綠洲嘅正念練習，學習提升心嘅專注力同埋覺察力，將躁動不安嘅心先平復落嚟，以體現心安嘅喜悅。當佢哋嘅心平復之後，來訪者自然能夠客觀咁樣理解到人啦、事物之間嘅運作法則、關係同埋變動，啟發洞見，以能夠面對生活嘅高低起伏嘅時候，能夠作出理智嘅選擇，心安理得而得到心靈嘅自在。呢個就係以心療心嘅第二層意思。至於悲智圓融，就有以下嘅意思。所謂悲，就係指我哋輔導員能夠用同理心體會到當事人同埋相關人士嘅痛苦，並且係懷住關懷之心，唔忍受佢哋受苦，希望佢哋能夠離苦嘅意思。第二，所謂智，就係指輔導員透過無我啦、無常、四聖諦等佛教嘅義理，喺專業知識同埋實踐智慧嘅輔助之下，幫助我哋嘅來訪者對問題有較深入嘅認識同埋體會，發展佢哋嘅洞察力，繼而能夠解決到困難。第三，至於圓融，就係指我哋嘅輔導員透過結合慈悲關懷同埋智慧嘅運用，實踐以心療心嘅理念，體現以心療心嘅輔導目標。總括嚟講，喺輔導嘅過程裏面，我哋嘅輔導員對來訪者嘅理解同埋共情本身就係具有療癒嘅作用，而我哋嘅輔導員具備嘅實踐智慧同埋洞察力，唔單止能夠係推動我哋嘅來訪者發展佢哋嘅覺察力，同埋啟發佢哋內在療癒嘅潛能，呢啲都係好重要嘅因素，亦都係對來訪者佢本人能夠實現人際和諧、平衡同埋建立心理健康嘅重要個人嘅素質。多謝大家收睇。